伫咧新德县的尖石乡有真侪人种香菇，不过今年所受到天气的影响，这湿度含水气拢无够，香菇的产量是大减，造成农民真大损失。原本传落来种香菇的茶库，即站受到天气影响，表面打壳真严重。毋那即支规排看过去，逐支状况拢共款。农民讲，这个茶库1公吨成本花2万块，就算即马开始落雨，嘛无路用啊。我们过去看，水源本来在河川都是有水的，数月来都没有下雨，你看都有干枯了，我们饮水都有问题啊。它如果烂掉的话，没有水分，同样的，它那个甲虫那些就会侵入比较严重一点，这个是缺水分比较严重的地方。然后椴木香菇今年的产量也是一样，已经减少几乎50%以上。原本逐个月会当收成2到3摆的香菇，变3个月才会使收一次，产量减真侪，农民感觉日子实在真歹过。即刻通知坚实五峰公所进行农业天然灾害查报的工作，希望能够降低农民的损失。因为山区无法度用人工的方式来引产，即马农民只有希望茶库唔通伤紧就打客去，目求天公伯啊，斗3工赶紧落雨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